聯邦保守黨喺安省嘅得票率較4年前增長，當中以905地區表現突出，而萬錦於仁村選區就係由紅轉藍嘅其中一個選區。而保守黨嘅馬榮曾就以得票率50.65%，即係27,055票勝出。佢嘅支持者對自由黨嘅政策表示不滿，樂見社區意向作出改變。係好明智地用佢哋嘅選票話俾政府知，我哋呢個選區所需要嘅係無論係經濟、治安、社會問題同埋喺未來嘅發展係前途係點樣呢？阿 Michael 係可以代表佢哋講嘅。成功為保守黨奪回萬錦於仁村選區嘅馬榮曾話，將會從加重罰則方面入手，改善區內嘅治安。我哋敲門嘅時候呢，啲市民已經話其實佢哋想以呢個改變嘅，呢個保守黨做呢個改變呢，係對我哋國家會係好嘅。remove 咗呢個叫做 catch and release 呢個而家現有自由黨呢個 policy， 咁呢等啲法官呢係可以正當地去裁判，做到呢個保障呢個受害者，就唔係保障嗰啲犯罪犯。馬榮曾亦都表示會爭取以減稅等嘅方式應對生活成本問題。Omni News 記者馬心怡報道。今次大選另一個備受外界關注嘅係當河谷北選區，自由黨參選人池乙以5成3嘅得票率勝出。今次大選由於採取人工計票方式，點票過程緩慢。現在的心情非常激動，然後真的是非常感謝我們這個非常非常優秀的一個團隊。然後像我的前老闆高雪麗也在這，像我們的 MPP 今天曹志豪也在這邊，所以我今天非常的高興，也是激動，非常感謝大家有這麼多年對我的支持，在市裏工作了很多年，所以也認識了社區裏非常非常多的人，所以非常感謝大家，我會努力，然後在渥太華好好工作，好好為大家發聲，就是在這個政壇上看到就是自己膚色或者跟自己講自己語言的人，其實真的首先是一個親切，然後也是有一個 example 在這上面，所以我覺得非常重要，也是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能代表這個選區。Maggie is a real problem solver。市議員高雪莉尋晚亦都到場表示支持，佢認為池乙熟悉市政，了解住房需求迫切，一定能夠同各級政府密切合作。另外喺選戰嘅最後一刻，空降該區嘅保守黨參選人鄭敬基話：呢一次競選過程雖然艱辛，但係個人收穫豐沛。我自己嚟自香港啦，咁可能好多海外嘅香港人都睇緊，香港人喺呢邊可以點樣貢獻呢？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最重要嘅。好多時候我哋每一個族裔都會希望自己大家認得我哋，但係其實我諗啲人係最認得你能夠為國家貢獻幾多你嘅長處，最能即係如果代表住 Don Valley North， 你係有幾多能力可以代表到市民嘅聲音。當河谷北選區華裔居民比例超過32%，合資格選民超過76,000人。該區超過12,000人喺屋企使用普通話，而粵語使用者約有7,000幾人。呢一次聯邦大選，由於外國勢力干預選舉話題，令外界高度關注該區嘅選情。